喺遙遠嘅古老士師時代，權力嘅巨大誘惑，往往會令人蒙蔽雙眼，忘卻咗真正嘅道路。基甸嘅其中一個兒子，名叫阿比米勒，佢就正正陷入咗呢個黑暗嘅深淵。佢嘅野心，將帶嚟一連串悲劇。為咗鞏固自己嘅權力，佢竟然殘忍咁殺害自己嘅70個同父異母兄弟，只係為咗獨自登上示劍嘅皇位。但係，上帝嘅眼目無時無刻唔察看一切，人手所建立嘅不義權柄，神係絕對唔會與之同行。這是要叫耶路巴力的兒子70人所受的殘害，歸於他們的哥哥阿比米勒。士師記9章24節呢段經文，正正道出咗神公義嘅審判。阿比米勒嘅悲慘下場，就好似一面鏡子，深刻咁提醒我哋，任何單憑人意去推動嘅事工同計劃，就算表面上睇落幾咁成功，最終都只會倒塌。只有依靠神嘅愛同公義，我哋先至可以找到真正永恆嘅平安同穩固嘅根基。願我哋每一個人都能學習謙卑，將所有嘅榮耀同頌讚，都全心全意咁歸俾我哋慈愛嘅天父。